社群网站最近有一段影片，一个穿感觉13的查甫人伫花莲的7,000潭摕石头啊等流浪狗哦。这个查甫人马上查出讲，伊是7,000潭安检站的化训人员，伊虐待动物的行为引起真侪批评。这部讲15秒的影片伫社群网站引起话题。这穿感觉13的查甫人伫7,000潭海边摕石头等流浪狗，结果咧困的流浪狗被惊醒，伊竟然要咧笑。你去攻击它真的是不好，我也看过好几次啊，那也无可奈何啊。这样子会觉得说他们这样子其实蛮不妥的。很恶劣。这个查甫人查出身份件士兵海巡安检站的安巡官兵，对上人员其实平常时对附近流浪狗拢真好，佮收养两只。旅馆处还表示，迄一天是咧耍笑，想要到引起风波。经查，本案发生于10月24日，当事人确实有违失行为。已于11月10日针对当事人及相关失职人员实施议处，并将当事人检讨调职。欺负流浪狗引起争议，国加上翕影片上传造成单位困扰。海巡对处分了管后，要搁介入调查，也违反动物保护法，也要追究责任。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，任何人是不得来骚扰或者虐待跟伤害动物。如果调查属实的话，依法可以处置那个新台币3000块以上到15000块以下的罚款。福建人认为欺负流浪狗虽然唔对，不过7,000潭流浪狗愈来愈多，不过花莲流浪动物政策是 TNR， 也就是掠绑起来互伊袂生，原地养放，所以人狗冲突才会真多，希望官府爱重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